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日前接納咗最低工資委員會嘅建議，將法定最低工資加1蚊至到每個鐘43個1，稍後係會經立法會通過嘅。預計今年5一勞動節就會生效㗎啦。今次係最低工資委員會首次係按照1年1檢嘅機制作出調整。1年1檢亦都係我哋民建聯長年向政府積極爭取、持續推動嘅勞工政策成果，可以更好讓打工仔薪酬更易追得上經濟嘅變化同埋生活成本上漲嘅實際情況。與此同時，我亦都建議政府可以進一步優化機制，深入研究以收入中位數等數據作為核心參考指標，以科學設定專業調整方程式，為最低工資調整提供更客觀、透明、穩定參考依據，更切實保障基層打工仔嘅。